来，你要看迄个啥呢？我的题目是毋是讲做讲啊？敢是顶世人哦？迄个牵牛去打落破恁祖公的金刀翁啊？无即世人那着互你答案是米迄个灵智甲遮凄惨。好，特别是米甲智恁会发觉若照教典的讲法是差不多啊，时啊袂莫讲袂使选智啊，是安怎较适合选米，无要选智我才会做详细的说明来。第一个讲创智创智用伫遮迄个当然是无通。创智的意思是捉弄讲囡仔点点莫甲创智啦，有无囡仔点点伫遐，你不要去捉弄他。我咱顶解嘛讲囡仔点点伫遐就好啊，你莫去甲讲啦。较早有人有无咱囡仔乖乖你地度去甲讲者啊，讲我安尼靠骂骂安尼你若咪个互大人骂所以这个啥呢？爱记得创智伊较好诶翻译创智是捉弄而且创智无一定是人人捉弄人，才有做创智你连那鬼神降福祸于人，这个嘛当用创智这个意思咧。较早定讲啊，你最近像讲做代志真袂顺敢会倒位迄个啥毋拄好，敢会是神明咧创智这可能咱都捌听过这是事实较早人真正安尼讲，所以这个创智是捉弄。过来咱看第二个词，叫做灵智。这个灵智上集听过咱来看答案是要选米无爱选智这个爱注意听灵智，咱来看咱教典的解说其实迄个灵智咱教典的第一条解说讲解说做迄个是捉弄，这个无通啦。迄灵智甲捉弄差真远啦。嘿，就是讲你若讲创智、讲捉弄，这当然是有通啦但是灵智伊上好的对应的啥的解说，就是折磨折磨，看甲你看甲你折磨，这叫做灵智灵智是安怎讲？这题咱要选灵智，恁注意甲看迄个上尾句，伊讲无哪着互你安怎甲遮凄惨，所以咱拢知影迄个灵智是一款长时间长期的折磨迄灵智有无讲看甲你灵智买来买一下就互你死啦伊免要看甲你灵智那较早迄戏嘛定定安尼伫播有无讲要看甲你灵智啦买一下就互你安怎啦所以迄个灵智伊真正就是豆豆甲你折磨，迄个叫做灵智灵智好，咱过来看C这个特别是C这个答案叫做灵智。咱有真侪人误会将迄个啥，将灵智甲当作是灵智。其实这个伫台语咱本来就分作开迄是讲较毋知甲会去分毋着来 C 的答案叫做灵智迄是古早的一款酷刑啦酷刑。迄个咱看诗一个，咱来看诗是读做灵智，这条咱教典有修教典的解说完全正确完全正确。这灵智是一款酷刑，安怎的酷刑呢？我讲互恁听，伊就是甲犯人罪犯较重的迄个肉将伊肉用迄个小刀薄刀毋是大刀用迄个小刀尔一块一块甲你看撩起来迄个甲你的肉一块一块看甲你撩你着规身躯有诶一个撩毋是撩一刀两刀咧讲也有撩几百刀诶啦正经诶就是互你安尼血安尼豆豆流豆豆艰苦迄当阵就是讲伊即个行为就是讲看甲你灵智即款刑法伊本身的名叫做灵智，有清楚无？我讲一遍
伊这个临词吼，咱台语读做临池吼，伊是一款吼，真恐怖的酷刑吼。伊本身吼，本身就是豆豆啊，甲你折磨致死吼，所以伊是一款吼，你要甲你临池吼，款酷刑的名吼，一款酷刑的名吼做临池。咱一片一片迄个布片，安尼甲你留起来吼。这留吼，咱常常听到，但是呢，迄个咱有当时啊要形容要写煞袂晓写。好来，所以你看咱即马搁注意这留免哪写吼。我现在讲这留是因为讲到临池吼。好来，即马上尾要来讲吼，迄个能力吼，能力甲临池差伫搭吼。其实能力吼，咱即马有一个足好、上介好对应的词。咱较早拢伫遐吼，讲半步想无讲到底面啊，讲古早有这个语词啊，叫做霸凌啊。我甲你讲，真正霸凌的台语词就是能力。啊，霸凌吼，无一定是长期的啦，吼，就是讲哦，你若想讲做迄个啥，迄个咱咧讲的凌迟吼，有可能是较长期用看甲你凌迟着吼。但是若霸凌吼，咱就讲能力。能力，伊嘛是一款虐待无毋对呢，伊有可能是突发性的霸凌，有当时讲啊，拄着迄款情形伊呢拄佢讲的甲你欺负，甲你霸凌甲你凌虐啦凌虐，所以因为考虑到咱规个语句题目是迄个这凄惨绝对毋是讲干那一遍尔啦，迄是次数真济遍，所以咱会去选。这个啥能池是这个原因